雨木做緊乜？員工超輕鬆，沙畫零收。想打造一個俾你哋可以放鬆、relax 啲嘅氣氛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哋就邀請咗有幸係我哋 Joyce 導師作為我哋今次嘅負責人喎。我學咗沙畫之後咧，我就覺得我夜晚，因為佢要係一個好黑嘅環境咧，去即係進行嘅。咁我發現咧，我每一晚咧畫完沙畫之後，我就好快瞓得着咯。咁呢一個係即係幫咗我喺睡眠啊，或者即係個人情緒嗰方面咧有改善啦。嗰10零分鐘咧係好專注嘅，亦都唔需要睇人哋做緊乜，因為呢個係你嘅時間，冇人可以攞走。同埋我自己會覺得係可以修改咯，啲嘢譬如錯咗可以修改翻，亦都唔好太批判自己做得靚唔靚。畫呢一幅畫可以即係演變出好多唔同嘅生物啊、故事啊，或者其他嘢都有。係啦，都幾奇妙嘅呢個創造。咁頭先用手去感覺嗰啲沙嘅時候，初頭係覺得好冰冷，個感覺好似好陌生。咁跟住一路做嘅時候，開始感覺到隻手有啲溫暖。一路你哋帶住啲詩歌一路去思考神嘅恩典嘅時候，係真係成件事係好貼地地感恩，好開心。多謝晒。